好，各位同学大家好，咱今仔日要来上的是第5课。哇，咱上遮久啊，总算是上到第5课啊哦。好，安尼咱先来看第5课的课文。好，即马就请小朋友吼，头前电脑念一遍，后壁是小朋友的声音，阮会当对即个小朋友的声音做伙念哦。我的双手忙东忙西，我的双手忙东忙西，我的头壳真正厉害，我的头壳真正厉害，目睭面顶两撇目眉，目睭面顶两撇目眉，腹肚中央一粒大财，腹肚中央一粒大财。好，头前是电脑念一遍，小朋友念一遍。安尼即摆换一个方式，是一摆甲伊全部念了，所以是一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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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阮对电脑做伙念哦，跟着电脑一起念哦。好，安尼咱即摆来试看觅。第5课，我的身躯，我的双手忙东忙西，我的头壳真正厉害，目睭面顶两撇目眉，腹肚中央一粒大财，我的双手忙东忙西，我的头壳真正厉害，目睭面顶两撇目眉，腹肚中央一粒大财。好，过来，咱要来做伙来考数吼，圈词，啊，甲你的荧光笔摕出来。啊，你若是无早课本转去的人，你着后礼拜的时阵，甲课本早转来，啊，才甲伊考考的吼，过来甲即个影片拍开来看。好，啊，第一个词，咱来看，就是身躯，身躯吼，身躯就是身体的意思。过来，第二个是头壳，头壳，头壳就是你的头。第三个是面顶，面顶，面顶就是顶悬的意思，上面的意思吼。过来，第四个是两撇，撇，两撇的撇。过来，第5个是腹肚，腹肚。第6个是中央，中央。第7个粒，粒，一粒的粒。最后一个是大财，大财。好，安尼咱即摆来解说一下即课的课文伫讲啥。其实即课的课文足简单诶，应该无啥物大问题啦。安尼阮就一句一句来看吼。第一个就是我诶身躯，我诶身躯有啥物咧？吼，我诶双手有一双手嘛，有一双手，所以有两只手安尼，啊会摸来摸去，摸东摸西，会当摕足侪物件，会当摸来摸去安尼。过来，我诶头壳，我的头，头壳内底想法啊，有足侪想法，足厉害诶吼，想要做足侪代志诶，真厉害啊！考试诶时阵都考100分，真厉害。过来，目睭面顶两撇目眉，目睭诶顶悬两撇目眉，两个眉毛。啊，目眉是咱顶一课诶课文吼，啊，爱注意诶所在是即个撇，即个撇，撇爱念较短哦，要念短一点哦。两撇目眉吼，过来，最后是腹肚中央，第4句，腹肚中央，肚子的中间吼。腹肚中一粒大财，有一粒大财哦，有一个肚脐在那边吼。
好袂使互别人看到衫爱紧家己穿好安尼吼。一粒大材粒爱注意爱念较短哦，一粒大材。好，过来咱要来看补充吼，课文的补充，有补充一寡甲即个语数相关的量词吼，量词吼，即个物件要安怎讲？这有几个啊？这有几类啊？阮爱知影讲比如讲第一个，咱就来看吼，第一个目睭爱用啥物咧？目睭就是用泪，所以是一类目睭，两类目睭的类，安尼。泪，两类目睭。咱会当对咧念哦，跟着念啦。泪，两类目睭。过来，你的喙鬚是用啥？你无喙鬚，可能阿公啊、阿爸有喙鬚、有胡子吼，喙鬚就是胡子是甲你的目牌共款，爱用撇的，所以是两撇喙鬚，念是撇，两撇喙鬚，就是撇，两撇目牌。过来，你的耳会当用一对、两对，对的意思就是两个是一对，两个是一对，所以你会当用一对耳大对耳。过来，头，你的头头是用粒的，所以叫做粒，一粒头，一粒头。这个粒，你嘛会当讲一粒西瓜，一粒苹果，一粒一粒的，所以你的头是粒哦。过来，鼻仔甲你的喙，你会当用支，一支鼻，一支喙。过来，手嘛是用支，一支手，一支骹。但是这两个支是无共字哦，爱注意哦，这两个支是无共字吼。一支手甲另外一支手斗做伙变啥？就变咱课文内底讲的，我的双手的双是双手，一支手、两支手就变一双啊。好，这就是甲这个咱身躯有关的物件，爱用啥物款的量词袂当家己语毋对哦。你袂当讲泪一泪头，一泪头怪怪，泪是讲目睭的。粒你嘛袂当讲一粒耳仔，一粒耳仔怪怪是一对耳仔一对耳仔。好，安尼就甲这量词简单介绍到遮。好，安尼咱即摆已经甲即课的课文解说了啊。安尼咱即摆会当做伙来唱歌跳舞，唱即课的歌，跳即课的舞哦。安尼咱即摆就来做伙听即首歌，会当对咧唱哦，可以跟着唱哦。好。双手忙东忙西，我的头壳真正厉害，目睭面顶两块目牌，
手面顶两块目眉，腹肚中一粒豆仔。好，头拄仔歌曲唱了啊，歌唱了啊，咱即马要来做伙跳舞哦。先来看即个分解的动作，大家当做伙跳哦。小朋友，我们现在来讲解动作喽。左手、右手，屁屁扭3下，1、2、3。右手、左手，转变成好棒。手手变成眼睛，1、2、3、4，变成眉毛的样子，蹲2下。拍拍肚子，把肚子挺出来。现在跟着歌词来跳一次哦。左手右手，我的双手，屁屁扭3下，摸东摸西。右手左手，我的头壳真正厉害，变成眼睛的样子，目睭面顶。眉毛两撇目眉，拍拍肚子，腹肚中把肚子挺出来，一粒豆仔。双手摸东摸西，我的头壳真正厉害，目睭面顶两块目眉，腹肚中一粒豆仔。我的双手摸东摸西，我的头壳真正厉害，目睭面顶两块目眉，腹肚中一粒豆仔。双手摸东摸西，我的头壳真正厉害，目睭面顶两块目眉，腹肚中一粒豆仔。我的双手摸东摸西，我的头壳真正厉害，目睭面顶两块目眉，腹肚中一粒豆仔。好，安尼今仔日的台语课就上到这，大家爱记得哦，甲课文念2遍，唱歌唱2遍，跳舞跳1遍。大家若是有兴趣的话，会当加练习，可以多练习，加练习，你的台语就会变愈来愈好哦。大家加油！再会。